后来继续来看南回铁路电气化完工了，12月23要正式来通车。台铁推出着大优待，为12月23通车日动工开始，一直到明年的1月初3，总共有12天，包括全票甲囡仔票，拢总来拍5折。 坐南回铁轨路的梦游列车，民众用心感受，因为眼前的这北景地，随南回铁轨路的电气化要行要去历史。南回铁轨路电气化预定伫咧12月23全线通车，台铁嘛要来设优惠活动，为通车日天到明年的1月初3，全票含移动票拢拍5折。不过已经有优惠的爱心票、敬老票、股票甲电子票证都未使用。我们目前预计提供。 我们的表定班次一共有45个列次。那元旦疏运期间，我们南回线也一共加开了16个列次。通车日迄天的车票已经为12月25开始预定，乘客拢兴趣起，优惠时间有元旦假期、毛跨年，互民众更加期待。 方便快，而且快多了。对，快多了。我觉得坐那车因为是回味一下那个快车啊，因为它快停驶了。如果要环岛的话，应该是蛮有帮助的。南回铁轨路电气化通车了后，为高雄到台东会当省27分钟，高雄到花莲嘛仅39分钟。不过对好列车的车票优惠拢会取消，互有的民众感觉足可惜的。